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till。呢個世界有一種人，佢唔大聲、唔暴力、唔張揚，佢亦都唔覺得自己係壞人，佢只係覺得如果個市場有需要，佢係一個輔助保衛嘅角色。今日要講嘅角色就係呢一種人，George Young。佢唔係街頭嘅毒販，佢亦都唔係開槍殺人嘅黑幫，佢係一個好聰明、好叻、好冷靜，亦都好着重效率嘅中間人。但係問題正正係，當一個人只會負責令個系統運作變得更加好嘅時候，佢反而會睇唔到另外一邊，自己其實喺度不斷緊放大緊個傷害。今日我想講嘅唔係講佢點樣犯法，我想講嘅係佢點樣一步一步成為一個毒王。George Young 出生喺美國一個普通嘅家庭，佢唔係一啲壞學生，亦都冇反社會嘅人格。喺60、70年代，美國出現咗一個現象，就係需求爆破，供應量好混亂。年輕嘅人需要毒品，但係物流好原始，風險好高，效率好低。George Young 喺嗰個時候，佢見到唔係毒，佢見到係一個未被優化嘅供應鏈。佢開始嘅係由大麻做起，研究點樣運、點樣避、點樣可以加快個速度。喺佢腦入邊，呢件事完全唔係犯罪，而係一門生意。呢一刻，佢從來冇覺得自己係傷害過任何人，因為佢心裏邊經常會講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：我冇俾人吸毒。而呢句說話可以話之後所有悲劇嘅起點。當 George 同佢嘅 partner Median 搭上之後，成件事都開始變咗更加有規模。佢哋亦都唔再係一啲細規模嘅走私，而係成為咗美國可卡因供應鏈嘅關鍵人物。無論飛機、航線、人手或者分工，一切都係變得好高度嘅專業化。每一個決定都係為咗一樣嘢：效率。喺高峰期，佢每個月嘅收入係200萬美元計。而成功開始為佢做一件好恐怖嘅嘢，係將所有警號靜音。當結果咁好，冇人會再問呢樣嘢啱唔啱。KPI 量上，所有質疑都視為阻礙。呢個世界你一定見過呢種人，只不過佢買嘅唔係毒品，而係數據，係產品，亦都係效率。George 最危險嘅地方唔係貪婪，係佢過度冷靜。佢好清楚自己唔係街頭暴力嘅源頭。於是佢將責任一層一層咁樣慢慢外判出去。吸毒嘅人係佢自己揀，販賣嘅人又唔係得我一個，我只不過係做物流。聽落好似好合理，大家覺唔覺？但係問題係，一個系統一旦俾你優化咗，傷害就係唔需要你親手去完成，你只要令佢跑得順，後果係會慢慢自動擴散。George 佢並唔係睇唔到個後果，只不過佢選擇唔睇。呢一種選擇係好多功能性壞事嘅共通點。George 最終係被捕，多次入獄，但係最重嘅懲罰並唔係個刑期，而係佢同女之間嘅關係。電影裏邊有一幕係好安靜，佢望住個電視，幻想個女會返嚟。但係個現實係時間唔會等你出獄先繼續。你可能會覺得呢啲係佢應得，但係我想大家停一停，諗一諗一個更加危險嘅問題。如果大家做嘅唔係毒品，而係做生意、做科技、做管理，大家唔知會唔會曾經有過類似嘅講法呢？George 呢個故事之所以咁重要，唔係因為佢係罪犯，而係因為佢嘅思維方式喺現代呢個社會係極之常見，淨係睇結果，將責任切割，用理性去包裝選擇。大家可以唔買毒品，但係如果大家只係負責效率，大家有可能都會成為另一個毒王。毒唔一定係即刻殺死人。有時係慢慢咁侵蝕。去到最後，我想彈回一個問題俾大家：如果大家有一日淨係負責一個環節，而大家可以好肯定咁講呢件事好有效，啲數字好靚，但係大家同時知道呢個系統係會慢慢傷害一啲我哋永遠見唔到嘅人，大家唔知會點揀？會唔會同 George 一樣，淨係講一句我只不過係負責保衛，迎合個市場需要？福利人生今集想講嘅，從來唔係邊個最壞，而係我哋會唔會有一日不自覺咁成為咗自己最討厭嗰種人呢？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